透过这个中国的中央电视台，会当看到屏东县枋寮乡的这位顾问李明基来认罪，讲家己是间谍。伊佫讲，伊会去香港来声援着反送中的运动，是互枋寮乡现任的乡长陈亚麟骗过去的。陈亚麟伫个面册发文来回应，讲看到李明基佫活掉咧，真振奋。伊嘛真清楚讲，这个影片是被自逼的行为。 当初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啦，后来我才觉得不太对劲，是他早就知道有危险的，竟然把我送过来骗过来这样子。最近中国的官方媒体用时放送一段影片，影片内底是屏东县枋寮乡公所的顾问李梦基，伊讲伊家己是去枋寮乡的乡长陈亚麟骗去香港反送中。陈亚麟即马往那出面回应，中共过去的一些文攻武吓。 在台湾人看来只是一个笑话。如果如他们所讲的，他是被骗过去，那是不是赶快把他放回来？李梦基这段公开认错影片引起外界关心。内政部长徐国勇原来表示，这件代志要交予陆委会处理。我们在台湾不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哦，所以民主自由就是我们要坚持的生活方式哈。李梦基即马向认定是台湾的间谍，去互中国已经拘留年外了。 即马伫个央视看到这段影片，互家属非常烦恼，烦恼讲李梦基到底伫当时才会当平安倒转来。